好，我哋今日要講嘅係全新 Bellroy Transit Workpack Pro 28 lit， 用咗海洋嘅再生物料去做呢個袋出嚟嘅。呢個係一個商用嘅背包，喺呢度加條拉鏈，一拉變咗佢一個32 lit 嘅背囊。澳洲 designer 最中意嘅隱藏水樽架，搭公共交通工具就冇困到人。通常睇個 handle 做得好唔好，就睇下佢呢個打組，4條邊一定夠實淨，一個側手抽。講佢嘅前袋先啦，超深可以放到 A4 紙嘅，我就攞嚟放 iPad， 裏邊仲有個 mesh pocket， 可以放眼鏡都唔會刮花，仲有幾格可以攞嚟放 mouse 同埋插幾支筆，仲有條 key strap， 主格都係全開合式嘅設計，裏邊有條 luggage strap 磁扣嚟嘅，撳一撳就開咗噶啦。有 function 嘅 Bellroy label， 反開佢可以攝個 AirTag 喺度嘅。A、B、C 3個拉鏈架，呢個網袋同平時嗰啲唔同，冇乜彈性，硬身啲，但係耐用好多，透氣度極高嘅厚墊。呢條 channel 就係攞嚟通風嘅，磁力胸扣超級方便，背帶有 strap organizer， 唔會掉揈。話明 transit 就梗係可以放落個篋度啦。16寸獨立電腦架，一反過嚟仲有個 RFID pocket 添，信用卡擺喺度就唔怕俾人盜用啦。1200 gram 同類型佢算係好輕噶啦。22、28 lit 細 size 3隻顏色，大 size 2隻顏色。講咗咁多 travel 背囊，下次想睇乜嘢留言話我知。